快手，快手。有跌歌模糊，如风里落水中透露怒。快手。恋爱久的人是不是都想分手？其实恋爱久了不应该要分手了，要是要分手就早点分手，不要打扰对方那么久。你缺的是他，而你不是缺的是朋友；你不是缺的是朋友，而你缺的是陌生人吗？现在的情侣都是的，聊久了就没话题，一天安安静静的，不知道要说什么，所以就以为没话说了，就比如就是没。